各位，近日呢個國際知名網紅 iSoSpeed 就嚟咗香港。雖然今次香港嘅行程安排呢，就大家都有目共睹啦，一個字差，但係都叫做宣傳到香港，同埋佢攞到呢個3800萬訂閱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！咁佢其中一個行程就喺廟街叫食蛇羹啦，體驗下呢個香港獨有嘅文化。咁我喺現場都拍過啲片嘅，咁啊想俾大家睇啦。由於佢逗留嘅時間唔長啦，所以好快就走啦。咁佢走嘅時候呢，都製造緊一片嘅混亂，大家可以見到現場係幾咁瘋狂。咁最尾我都係同阿子健影相啦。咁唔知算唔算係一種隔空嘅合照呢？最後，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，可以訂閱一下我嘅 channel，多謝各位支持，拜拜。